各位聽眾，我阿哥冇咪水，當袂記話會啊袂，鬼會食啥物啊？切，各位聽眾，歡迎。等陣我實時話我頭前嘅會，本來我袂記是安怎啊？哦，切，我安尼紅哈，我是紅公會。你話乜成個硬鋼嘅會咧？就各位聽眾，歡迎我做啲收聽邊啲學見嘅古嘅故事。一個禮拜，我人要講嘅古嘅故事有兩個，所以有可能是19分鐘啊，這 episode 就了啊。然後介紹講啊，揾到 calling。係啦，冇可能第字。然後大家想我嘅特別嘉賓就特別嘉賓攏特別家己做 echo，OK， 即係你 set up 攏袂有 echo。特別嘉賓 clubhouse 嘅介紹就係哇，你看阿龍個水嘅，等陣會吉利歡迎吉利。幾好。普吉嘛。แล้วก็อารมณ์what the fuck ก็水一聲做อาหารเกี๊ยวอาหารไม่ซื้อ我冇鬼哇ก็這是葡萄乾，到底我滾出為葡萄乾？maybe 葡萄乾你講過。葡萄乾，你看到鬼哦，肯定硬講鬼，搞死我。唔講啊，咪可以啦，家己一人多路滾出。要緊啊，要密斯一定就整個ada hantu sudah mai แล้วก็主角一條半鹹店，半鹹店有手嘅，還沒手。介紹你啊，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歡迎อาหาร，哎，大家好。ก็豆哥 Hello， 大家好。ก็阿三laksa Hello。ก็英國店ก็ออติโต้บายเชง Hello。แล้วก็ว่า唔使講啦 introduction 你看等過人嘅只 episode 啦嚇15分鐘過啊15分鐘過啊我哋住人嘛แล้วก็監配แล้วก็เข้าเป็น監配歡迎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小寶歡迎個阿蕉阿蕉喺度咩 I'm not a Christian 係咪嚟係事嘢當然佢係GIF reaction 咧แล้วก็照晒Yeah 即壓呵個差別 Hello，你做一個สำหรับไซโอเค介紹下 OK แล้วโอเค當今這個禮拜咧我未講幾個數嘛 so 總講內人講幾個數講是轉一下咱們會ว่า即係奧地都加อาหาร個拍攝早起啊你巴海嘅 CBO 有看到啊？真是我心諗未係幾個數交代講是接掉落嘅嘛嗬OK，特別唔該知啩，唔知啊嗬？應該沒啊。冇，咱特別解講個你特別接掉，冇是下禮拜下禮，以前成講下禮拜是以前一隻下禮拜噶。
哦，哎呀，對，天啊！禮拜幾？哈哈，你想你拜一嚟就你快嚟錄音。啊，就死我驚咯。特別路伊冇 record 可呢能嘛？我阿咪 email 路伊 哦 email 嘛，係啦對啊啊，對啊，特別亂搞啦，亂講我見到時就贏啦。你就係我一班嘅 screen 到底我係怎樣要做事，我怎麼想我安裝嘅 check OK， 唔緊嗱嗱， email 啊嘛，represent email 啊。等嚟講新做緊舊嘅嗰時 assistant 咩 producer，我已經遲下估啦喎，亦我就是阿咩是白狗咧啊！好嚕啊好嚕盞佢講咯，是唔是冇咁運？個賣冇，阿盧做到我 OK 嘅，我靚仔我 OK 嘅，好我 email 嚟我做。做，嗱，即係阿龍嗰隻隻又會來晒啦，當然。唔攞，以前阿龍嘅改定，即係一嘥啊！即係阿會來嘅時候，阿龍，我食條咪咪，你係使哦，你快樂唔敢問你變你看伊。呀！即係 episode 叫做阿會落鬼隻晒，喲，嗰啲係搞啊伊，搞阿龍，啊，下面嘅，等陣 OK，等陣，不過伊唔使食，你食咩阿龍？你講啫。你 I 啥真啊？有哦，這邊是我冰素 Oreo 誒。啊，對咯，係咯，阿會落晒咯，Oreo 就是。แล้ว我ไป看我拍嗰時候點啊？阿恆嚟講你幾個數行聽阿恆。 OK。So before 我講我係幾個數咧，我就愛去講 double context 啦。哈。 So 頭啱 before 我人 go live 嘅時候嘅應該同人講，我最近我教我姨照顧伊嘅狗囝，伊嘅狗囝咧15歲了，真係老嘅狗嚟。係啦，即係唔是狗驚啦，係狗啦。狗啦，特別伊成個狗囝，你看佢啊，細隻。細隻一直個輔導來，แล้ว呢迄隻就澳洲中嘛，甲伊去，互伊甲伊去行。迄時就是4:9嘅字，安尼看伊出去啦。1點鐘過後咧，我看到我嘅 iPhone 啊，因為伊是我是伊嘅 emergency contact 嘛。了我看到我嘅 iPhone 講，伊設到 emergency，伊 call 互 emergency services，就講最初是唔是設到咧？了我咪 call 伊咯。了伊講狗死了，講狗做咩死？講何狗架？我就講OK， 我就卡尾去找伊咯。伊啲我嘅厝後尾沙巴啦，了是 around 8個字愛行路嘅 distance 啊，離開8個字。了我咪衝去我8點鐘就衝到了。可憐大咯，迄個狗仔互大隻，上甲 Stephy 上甲 Pitbull 嘅狗咬死哦，了伊長甲要不出來哦，了嘛好死咯，了不要緊哦，我就中下伊互伊嘅骹咬甲真啊濟空落嚟大嘅空哦，了伊嘅腳隻後尾這邊嘛是着咬，做咩事到後尾腳隻着咬？伊講伊安尼款撲Kevin，I protect Kevin， tapi 迄兩隻pitbull拖 Kevin， 一隻拖伊嘅身軀，下底拖伊出來，了另外一隻咬伊嘅腳隻咯，驚死人哦，了嘛入到間厝咯，係咯。就不要緊咯，我就用1禮拜，因為伊是我嘅姨嘅
狗嘛，了我伊会叫买放杀迄个狗的主人哦，伊人就叫我做 press release 哦，伊人 contact 迄个 news 啊，虾米物件，就做 press release 哦。我一禮拜無做工，毋是因為我愛講我的行啊，我佫愛做 press release 即個 attack 嘅事哦，我佫愛 contact 迄個 council 啦，佫愛 contact 蝦米物件哦，真係物件啊，了結束。然後呢，迄個真嘅鬼故事是吼，Kerry 走了一禮拜、兩禮拜，安看他，我避着伊個避哦，毋知做咩事。了，我就去找到一個馬來亞animal communicator 啦。了，伊講伊會使做過身了會pet 本。嘛去請伊咯。伊講愛兩禮愛 more than 2 weeks 較會。了，我嘛去找伊咯。了，伊就講，了我 engage 伊，我的 appointment 迄日啊，伊講。因為狗叫先是愛去逐日慢吐的，你叫伊袂轉來的。講 Kerry，安尼看伊袂轉的，伊是較慢吐慢過來的。講是啊，伊就講是啊對了啦，伊啲 Rainbow Bridge 迄邊就是找到伊，特別伊慢吐。你都俾佢係咪 information 呢？你會講是一俾載伊名啊，啥物？知伊名，知伊就是死了，知伊互伊一張小影哦。我就去問伊，伊安怎？伊走的時又驚哦，伊講無一下就笑，嘛 OK 咯。了我就問伊講，伊甲我大幾個日，伊歡喜哦。伊講伊真啊歡喜，因為。我甲英國中甲我的小弟真啊照顧伊知，然後 OK 咯。歐洲中啦，即係英國中，紅葉，是我咪紅葉英國中去嗰度，我本時聽到紅葉啦，紅葉，有咯。你換硬嘅喎，你有咯，伊換硬嘅啫，我都真係驚。因為我是真係 imagine 物件人嘅時候，伊一講嘅時，我想到佢哋上巴，想到啲狗，想到啲鐵虎，แล้ว我看到英國中啲處咗。有咯，我本時想到你講，做咩英國中解釋？英國中有路嘅，你慘了，你慘了。英國中啊。特別好，亂咗你去找到一個 medium 嘅，安尼好了。我啲小紅書找到嘅，然後我找到一個 post 講，因為我無人用小紅書嘅嘛，伊快 niche 啦。小紅書是成日講 Facebook 吧，咋係啥物是小紅書？你係裡面日本人，伊成個 Facebook，伊是 Facebook combine Instagram。combine TikTok 個，伊參咩？特別伊主要是賣物件嘅，伊有做在e-commerce 嘅 platform 可能去賣物件。然後我看到，因為我 post 出嚟物件，伊個 algorithm 就殺互我，真啊濟告別你第51天，告別你第103天，安尼款嘅物件。了我嘛去找着咯，伊講。了，迄個查某嘛介紹即個 medium 嘅 service 咯，我就講OK，我嘛去 try 看啦，$60爾嘛，唔要。哇！了是因為我愛$60我要對要緊啦，要緊咪再講嘢。and 可能 service 啊，啲 Australia 啲 Korea 本好啦，$60都 access 是真便宜啊，就 very affordable 嘅嚇。因為南西開單。南西咧，小紅書，南西會使去 Australia 開單了，小南書，小南書。但係你若是做，我做你會 copy， 我做嘅你會 PR， 個我下面本做，我愛一個 cut 呢，我買新路嘅。哇！1%了。了，甲人問迄個，伊個 cut 是80%。每種抓死魚啦，迄種物件咯，抓死介梅了。咬死個梅，
跟他劍師你妹啊，小強師本妹啊，伊只甲作死伊本妹啊呐，嗱10個比劍，好彈我係線波，小強嘅朋友佢哋叫到妹喺你善堂啊，個驚善堂是呢個妹別掉。善堂唔是啲你 Rainbow 咧，善堂是啲你浪cầu邊點解？阿龍都啱係咪？呢隻 pet communicator for anything but gecko。唔係 gecko 你 no 善堂啊啦 ，no 善堂啊，唔是，anything but 善堂格斯格抓。啊，是啊，真。gecko 係 monitor No lizard，no reptile。Actually monitor lizard OK。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วยมีเกียร์ล้อ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วยทำไงsorry ว่าตัวเบย์ซาหอเบย์เรนโค้ทหอเบย์กัมบูทหอสุกะโบอีก็โบสุกะ因為真係麻煩，做咩做愛穿衫？都人穿啊嘛，我人高腳面穿衫。呀，了伊嘅我係迄叫物件叫啥物啦？我知道啊，嘛英國中啊，我只叫物件叫咩？你硬啦！我硬我除掉迄個只是硬 ，OK。唔叫唔掉，尖掉硬不啦，係我係硬下度，差淡薄買啲 Amazon 買 leather shoes 所以啊。喲，sayang你。真係sayang，伊度好。你怪呢 protect 到伊環膠吼，喲。伊個卡，迄個坑啊是。喲，你要再要去拍針係咪哦？掉緊條 rabies 係咪哦？拍針啊，拍 tetanus 咯。哈。了去報馬達咯，了報了馬達去到公處咯，伊都無通提針本啊，因為伊個坑小大，我根本提針會爛去。了。真係借新聞嚟隨意咯，就講咯，了真係借 news report 咯。咁我講聽其實我講到底，我有一個朋友，伊是 pitbull rescue 嘅就係做，伊是講嗬 pitbull 誒安尼 aggressive 啊，是一人 breed 出來嘅，伊 train 出來。伊迄個，所以哦，你要發迄個，安尼款人就比發伊 owner 呀，唔是？伊發伊狗，因為伊人是 train 伊做 aggressive 嘛，所以只惡嘅，然後你掉，你阿面你看起來啦，你識講 OK，人講這狗解咪是拍死伊狗，你拍死伊狗，伊問題未解決 ，because 伊個 owner did train 伊 pitbull to be aggressive。了，迄個 owner。夾就一個成個燒手的迄個 stick 啊，來拍伊人喎。我會按叫啦，你會教啲教了，我會教啲教了，我你叫我會使哦，叫我人會使哦。伊就無講啥物物件，無叫伊會教的名，伊就用迄支物件，迄支叉來拍伊人爾。了，你夾你帶，你會教去夾咯。你都愛夾一安款嘅茶，你會搞是真係危險。是一隻 aggressive 就是別使出來啊！是伊比較 control 嘅膠本都看一看。就我諗這邊啊，本是 KW 啊，真濟囡仔啊，學 pitbull 㗎，所以我諗嘅司機啊 ban pitbull 啊，當佢嘛真無了 ，because 你 ban 了嘛，甲伊就袂教了嘛，所以就是當佢我諗司機袂使有 pitbull 了咯。伊人 illegal 誒，伊個主人 illegal 迄個狗嘛是 illegal，所以隨便就養狗嗰種件。Oh my god！ because 我諗這邊係講話我話你去報馬達啦，伊就會來掠咯。แล้ว若是講你會，แล้ว當今這邊有個人真係 illegal 嘅 ，right？伊講是參定，所以當今伊人本講若是參定有 pitbull，本是袂使咯。
because 我直接骗我曾經啊，city 度買安尼借類去做 DNA。特別這人就是有可能本特別，我是聽我 rescue 嘅 friend 講，伊講你做呢嚟講係，伊可能嘅 idea 講 pitbull 嘅 breed 是 aggressive 啫，你是 pitbull， 伊有 potential。特別你特別 train 所以那是講你是 human being 條變做實際一人啊，變做成講pitbull 被飼要 train 樣 aggressive 了是拍有啥物事是拍死狗呢？那變做耶 ，because 這邊啊，伊人愛 ban 嘅時啊 ，very controversial，所以我去看啥物事的，伊 breed 啊，伊人是 breed 了，迄個狗有 aggressive，伊人嘅 animal 誒 specialist 是 explain 啊。像個有嚟狗啊，像個German Shepherd，伊人會 train 會 breed，伊會 personality is geared towards certain things。แล้วลูก像是迄個 sheepdog 啊，伊人 breed geared towards dog like shepherd 啦。對。But pitbull is bred for the aggressive。就是。That's why problem 是人嘅 problem， 唔是狗嘅 problem。Because 伊是狗嘅 problem， 是伊做咩是伊 breed to be aggressive， 就是用伊嘅 OK。你想一隻狗和一隻 aggressive 嚟講，伊就是用伊嚟拍精。但是講你有成個 even German Shepherd 嘛是就是狗嘅 personality 無像伊 aggressive。但是講伊直直 continue 是用佢哋 aggressive 嘅 gene 或伊嘅 characteristic 一直嚟 breed 嚟講，變做你 breed 做一個像 aggressive 嘅狗，特別伊 who's the problem？ 人嘅 problem 嘛，唔是伊 breed 嘅。problem， 人家己 breed 出來呢 problem。That's why 講咯，你屬個 aggressive 嘅 dog 嘅人，本身是 aggressive 啦。That's why 那時你可以一個 poodle 啦，伊就被做，伊就被 train 迄個 poodle to be aggressive because the poodle gene does not have it in the poodle。But over time 係假嘅是人。我真是阿三講嘅話。特別對 animal lover 是講，你嘅狗係是。你想解決嘅問題係是 focus on 伊嘅狗咯，你變做實對伊狗是無呢你無只講一隻你做咩是有 pitbull 嘅是嚟 breed，because 人 breed 伊做會做伊嘅 feature 還是伊嘅 characteristic 甲伊嘅 part of the characteristic 就是只 aggressive 咯，所以。因為你人直直 continue， 所以但是講你買嚟講，你會 ban 嗰樣比賽 breed pitbull，OK， 唔是講伊 pitbull 嘅 genes 派，所以อันนั้น看你變做成個講你無去講的，你是講伊 problem 就是 pitbull 呢，特別伊 problem 是 pitbull，problem 是人 breed 出來嘅 aggressive 嘅 pitbull。But the problem is 你被 legislate 人嘛，特別你 legislate the law。So 同埋是上個有啲人是小你可以夾情 ，right？ 情是拍死人嘛，是人拍死人嘛。So 你被 regulate 迄個人是小嘅，你袂使講，你這種人應該是袂使飼 pitbull。So 我人是 ban pitbull。So over 5 years， 你 pitbull 個了，你若是有啊，我人 grandfather。So grandfather 了10年前啊，過了時啊，你 pitbull 個了嘛是小咯，小你就袂使生嘅 pitbull 嘛。即係無生嘅 pitbull 呢，即邊就無人學 pitbull 教，所以 dog attacks 啊少去咯。所以當今教嘅了啊，古早是教是啊，特別去囡仔嘅了是教囡仔變下面嘅了，就伊人 attack 迄個身軀啊嘅了啊，真坎坷。所以當今有本是有教教，特別教是教手教腳，無講上加面貼加處理嘅了咯。是安尼講。我想被 legislate 嘅人嘛，人嘛 legislate 嚟搞咯。依樣是唔是有咧？依樣是有成個小拍狗嘅一種嘅唔知。pitbull 是達掉是小拍狗嚟。pitbull 是小拍狗嚟，特別迄個馬達就講小謝力了啊，伊甲當今伊都找袂到迄個人。了第一重要嘅是Kevin。啲我這邊幾個月是第一歡喜嘅咯。伊大概幾個月多3個月加5個月。哦喲，安尼少呢？伊本來特別伊講幾歲17歲啊？10個歲。了，因為伊人啲 UK 嘛，當今伊人冇問題，你搬去 UK， 我甲伊講，你學我 Kevin 10個歲，我17歲學你行你對我。講好啊，講水啊！其
我講水字，因為伊嘅 vet 啊，照個伊大 vet 啊，講伊13歲呢，當見就過去。我就講，哎呀，冇辦當了啦，時時就過去了咯。阿漢你記哦，早一禮拜前我甲你講呢，我講小心看了 KV。是啦，咪 still attach， 梁世教我講乜，你咪 still attach。哦 ，before 出書時啊。我已經甲伊講啊。哦，還沒輸咧，南西你還沒輸，你我係 feel 到我，你 feel 到 something wrong，feel something，哦。因為 and then another thing is， 伊上個知你知哦，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嘛是愛啲學做 animal communicator 啦。我就甲伊叫Kevin 嚟做 practice 咯。然後我甲伊講。Kevin 啊，你會大隻有了，了伊人就帶 baby 對來，你做阿舅啊，你知哦？伊講 kids 啊，買啦，而家我看到迄三叫大漢啊，我教了啦，安尼看教我人講話哦，伊上個是 my bother with 迄個 baby 哦，然後我講，做咩事咧？特別我無講出來啦。我 after that 後知後覺 hindsight 2020嘅時時，了我就想到有淡薄 connection 咯，伊上個家己知啊。咁你 before 試時你已經有你甲伊教講話啊 ，communicate。我engage 兩個 communicator。哦。一個是因為愛佚佗爽呀。哈。後尾一個是因為伊是 for 我有 closure 啦，真無真是比較緊啦，是我嘅 closure 嘛。了就後面咯，伊頭一擺就講，哎呀，囡仔囡仔咪過啊，成日我老了都知哦。哦。這一句是這新人是講啦哈，扎嘅啲那 stud， 先教是講誒。Jackie Dynasty。Hanไม่รู้Hanไม่รู้จุดไซHan Ancom took how long to come back to you after รู้ send มีกันแล้ว係咪啊 Animal communicator 啦 Ancom อีอง落股嚟กับลูก講 after รู้ send มีกัน真快呢，幾點鐘啊？要你 contact 是你小紅書有你 IG 啦有你 Facebook 有你咁講冇，迄個我 contact 小紅書是伊自動嘅 client 啦，了伊互我迄個 animal communicator 嘅 Facebook， 我啲 Facebook message。that's why 咯，一樣before 伊 message 你是要一 check 你你 Facebook 看你實影，看你about 你搞 post 什麼嘢，so。這是 closure 啦，這是 yes。我嘛知，咪比較緊啊，是唔是？closure 呢？closure 嘛，呢個係安心就好啦嘛。because 已經冇戲本了，因呀，anyway。因為anh講就係我穩當知。anh講唔止會看到迄個規線啊，anh講會看到無如果少話了會輕笑啦，會搞嚟面會解講話嘅。你個伊講到只簽嘅講，OK，係你講到你喵咪去，你講咪去，你講到因為講開你講到係唔見啊。然後會只準會講到只 creepy 嘅。所以我每路看伊南西地磚咯。南西是地磚嚟，南西南西你看到時你是感覺到講 something wrong 係啊？有人咱特別講話咧，有人啲大洋伊煮嘅物件，互人看。得咯。avocado，啫，煮 avocado。白晒就可能買袂到厝。哦，大概得啦。哇，伊個hot dog 那大條。好多大條。哦，這是我想講英國中嘅，原來是花劍店嘅。花劍店我冇佢走開，我冇佢哋走開。好聊哦，我做呢次。
哦，講掉去 Australia 個應該都冇點啊，周記啊算咧。冇阿漢，你是唔是少人英國中？而家呢一個先掂啦，老細做咩事我係硬叫我照掂。咩笑你？交玩落呢個先你。因為伊朗內人嘅硬冇名聲嘛。哦。笑嘛。哦。伊個名是伊昂嘅名是 based on 英國中嘅。P 嘅頭咯，英國中嘅 P 嘅頭，伊硬冇名啊 ，P 嘅頭嘅。英國中嘅硬冇名啊 ，P 嘅頭嘅。英國中嘅硬嘅硬冇名是 start with P 嘅。迄個 SpongeBob 嘅第一好嘅朋友啊，迄個 Starfish 啊。Square。SpongeBob 啊，是。誒，OK，咁啊，就兩個講會講幾個事就講啊。我哋我哋都，嚇，哋都嚟。係啊，隻男啊就丁貴之時都唔是，我哋都丁貴之時都唔是，唔是，叮當啦，落音是咗，唔是丁貴之嘅事啊，你每一住，你每係你按腰誒。是唔是？你 apartment， 你 condo 啊？是對，伊講是嘛？But not why you need 啦，是 why condo 啦 ，but not why you need。ลอง你嘟嘅來嘛？喂，記，ลอง講咪嘟，係咪嘟？嚟 confirm 話是唔是？你係 unit？OK， 嚟你講你係幾個數先？嚇。So I think 兩家姐嘛是在講我有做一個 volunteer work 嘅嘛，對。嚇 ，so。即係because of last year COVID 嘅時咧 with MCO 咪講，所以變咗個話冇對話嘅 center 咯。咁如果話有一個 center 度啊，啲赤草行嘅嘢，OK，so 變咗講冇 operate through 嗰邊咯。so 變咗講咪真正講就少有人去 ，OK，so of course recently 呢，就是佢在 start 有人。Some of one members 有對起operate through him and although still most of the time we still actually FTA， 所以是 actually 是你 imagine 是一間空嘅 ，I mean 係空嘅 apartment 嚟咯 ，OK，so 特別講是 share usually 用係一間 apartment 嚟做兩個 center 係咪 ？Yes， 對。So 當今since 都冇咩人嘛，所以 maybe one day maybe 是嚟 maybe 有冇是內人嘅你講嚇，一期啦，after that 人就走啦，所以then 有一間查某which is one volunteer maybe 一時more towards 講something 係在南西，你講看到嘅嘢，because so far 特人冇看到 ，OK，and including 我有。有時上咧早起嘅時，我冇去。係我哋kalau describe 我嘅 apartment because during one last renovation 嘅時我做 tinted glass 嘅了，so 然後我做係玻璃，唔是玻璃，係 tinted glass 或者玻璃。咩啊？問睇下。個燈舊嘅啊，講。佢幾扎字頭嘅啊？block 字頭嘅嚇。So during one last renovation 我做嘅講咯，所以 usually 我嘅 center 呢嚟講，你拆起自己門啊嚇，啱嘅咯。OK， so 一扎字頭嘅睇下薄啦，就是講。對。So come back to one kind of volunteer. So here on duty at timing towards the dusk 啦。被暗暝時，late evening to night 嘅時，timing。有冇 edit 出來時？咧，依時 actually 依時 from 即係依時 Catholic 啊，咧依個係 NCIC 嘅。哈 ，CIC 係咩嘢啊 ？Charismatic 嘅 CIC 啊，嗱個係啊。嚇？哦 ，CIC 是Immaculate Conception，yeah Church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OK， 對。對，嗱唔知啦，我 feel 嚟講係嗰時講 maybe the time maybe either
運家嘅，成啲 because 伊 by profession 是一個 counselor 啦，所以如果樣 counselor 佢是啲聽嘅話嘅negative 嘅物件，所以我唔知有就是 have to do with 一個嘅款嘅，所以變做個伊嘅 bad luck or something 啦。Okay, so 伊嘅 story 就是嘅款，伊有自己呢，因為伊嚟 on duty 嘅時 ，so 伊 in between phone calls 時呢。แล้วอีแต่ขี่วางใน pantry อยู่เสียชิวโอเค so วางใน pantry อยู่แล้วแต่ตั้งแต่สิอาบน้ำ so which is ว่ากว่าเขาอาบน้ำแล้ว so เวอีคุย living room ในห้อง so เวอีเสียชิว嘅時นี้แล้วอีขวาเอียด頭先有一個window 嘅บอกเขาสิคำจะทางหน้าแล้วเขาแหกติดกลาใช่ไหม so อีแต่ reflect ตัวอีเอาไว้你成日變咗成隻鏡人起來，伊後部你數。我寫書嘅時候，我一度好看嘅時，一看就是嚟查某，坐大舊椅，我如果是後尾就是 actually 我 living room 嘛，所以看就是嚟查某坐大舊椅，白頭鬢咯，一看就講白頭鬢，但一看就一隻人咧，我等一段時間都一隻人，所以到可能講有別人。冇可能講有人頭走入來，如果我玩家當佢用key card，佢搞入來，所以冇你 access card，如果你未入來，你看到一個就錯，然後包圍一邊去後尾看先。哦，我就是被問講，你我 reaction 係講我看到隻 reflection 後尾一隻人，我特別是現時邊個去看，是一句，我冇想講到底驚去看。一頭先一邊邊需要講一看到。哦。Okay. แล้ว after that อีก็คุยหน้าเต้าเว้ยอีก็อีที่ขี่มีวางไอ้ call room ไปเสียอีข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ออกจากไอ้ shadow แล้วเจ้ากุยเลยหรอ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เอาข้ออีอันนี้เขาให้ลิสิอันนี้จะเจ้ากุยเนี่ยละแล้วอีแต่โบก็ชาลอดเนี่ย something ว่าอีโบก็ว่าแต่คุยหน้าเต้าเว้ยจะอุซิที่เทียบแต่หัวสีนี้อีเอาอีคอนเนอร์เพียบจีอีคอนเดียวก็เนี่ยเสียมกุยเลย有嘅閃過所以我真奇怪，講我是我規日都 always 去，有時 morning 有時暗暝我唔去啦，有時家己一人在面做我 never feel 到安尼款嘅feeling 嘅。有人陪哦，有可能較白，咱陪下教冇咩 sense。所以我會，然後我會咱嘅即南西南西先生，你可以60塊美金喎，60塊美金。所以我會講，actually 有 sense 嘅 anything 喎，一個有，but I mean not 冇奇怪咯，after all 佢哋我哋講佢哋係啲 you know coming to 2 years 三冇咩啦。So before pandemic 是，你是感覺到講伊是無嘅，特別啷行過一站了，伊變做有可能物件走去下邊大去，是唔是 ？Never 聽過講有人講過，你未 confirm 啦，你未 confirm 講有啊無是講你一道行過啊，一道有可能變做樣卡冰嘅，係咪有可能嘅？但是坑小菇咯，坑小菇，就人使講個坑小菇啦，坑小菇會有嘅啦。แล้ว我記到我看到嘅時啊，伊是想達到看到像一個雜白樣，還是像無像嘅？無，伊達到看到講是黑色嘅白樣。哦，特別看袂出是像，嗰是一個大波雜波嚟看袂，伊是看到一個黑色嘅白樣。伊看到咧，佢白樣就小背嚟 flip away 啦。意思就係講佢哋台灣講，為一看到多嘢後尾有隻查某白頭鬢嘅，呢佢哋就是講講，你是真正面講，呢就是呢啲就是快佢哋 mirror 啲 reflect，啲 glass reflect 嗰啲嘢。是大啲嘅 screen 唔就係看到，唔使叫你起來講咯嗬。
啊，但係啲 Sugri 嗬，唔知有看到。Sugri 是咯有看到咧，使起手嚟鬥架手學啲拄者 confirm 者是唔是真嘅？哎呀！嚇 confirm，唔知真唔真啊 ？confirm 講來60塊60塊。I think 我唔啱甲人講，because 我見到係我人買去對。我個買去。係啦，特別我已經朋友本真正達到本真正協伊真正暑假去載可能嘅嘛。我唔知講，我冇講真正食嘢，I mean 我是知講嚟講意思啊。如果我知講夜間你是做 counselor 然後伊是Catholic 咯嚇。我 I mean personally 我是知安尼款嘅。哦，你冇講佢白只食本啊。把冇講就食，即係講一注意，伊唔知講我一注意。嗱，人講佢嗱，人講 blackout curtains。blackout curtains 對。這個即係我叫紮字頭嘅藤亞布。apartment 嗰度就是係即係舊嘅嗰啲 blackout curtain，特別熱。blackout curtain。但係講你自己嘅事，就是講規間是暗暗嘅咯。誒，啲人咧 clubhouse 你知啦 ，clubhouse 人無鬼告訴你講這就使你學到有鬼看到未？出材料未？望你讀啦，老人看鬼嘅嘢就學到。誒，我未諗起學到誒，就借學到我就借嘛，特到咪拖，你拖你特到拖我係陪單拖，慢慢拖落嚟。我琴咧，佢就慢慢拖落嚟。學到，知道誒。學到 ，actually 我唔係對佢學到係鬼喎，錯，是個袋粒咪是，你爭水是直直有人垃圾看掉咯。冇。哦，我特別我就把嘅，你可能特別人講你今日照時感覺到人看到你，我冇咩嘢。我講你講我最近咧，我到短期嘅 office 時，我冇你個 feel 到講成個感覺到講。有人看咯，唔是我最近對戲時，我 means during pandemic 嘅時，我有當時無久我對戲，所以我有幾日到有時感覺到嗰時看到，這人嘅款特別變個佢報佢哋有，特別我只少有嘅款嚟感覺，學到我冇咪，學到係當然我幾隻有可能，學到幾隻唔係特別多，攞罐醋就冇，學到就有咯，成日四潭攞罐醋就冇呀，是唔是？我啲都攞罐醋就冇啦曬。南西你到啲學到嘅事，你講你去那時講你去大市，你按照係就係講，你係直接每房間嘅事，你係在伊有啊冇啊？個換證啊，你看在咯。哦，所以你 feel 到是講有嚟講，你是 feel 到是安怎嘅呢 ？feel 到講伊即間物件，有人客，嚟啊！我鳥，我鬼嚟啊！我鬼不啦？我鬼嚟啊！鳥龜，Sugri 搬起來啊 ！Hello， 嚟講學到係幾個數 ？OK，我聽啊 ，OK， OK， 一聽下什麼？但係是個啦 information 係嘛？嚟，插鼻훈嚟。我甲人講弟弟嘅啦，你我做工呢邊嘅auntie甲人講嘅咯。所以做伊會講起嘅電節咧，即就是因為電節，馬路電節過去拜一早起5點幾嘅時，我做工呢邊嘅 building 有人跳樓。Oh shit！ 都了樣度嘛講咯，了樣度講起下，我 actually 我做工嘅 building 是因為本是真正舊了嘅嘛，所以樣講是廿拉3分嘅呢邊。都即係。even 跳樓即係 is like in the recent years 是做樣有發生幾拿刀嘅本了嘅，都因為了樣達到跳嗬，樣是跳內邊嘅就，樣唔是講跳 building 外口嘅就，樣是跳內邊嘅，都一跳落嚟都是落去 B2 咯，因為第一屆嘅 level 都是 B2 嘛，所以樣講。所以成個一個姐，你是講，你是你 building 成是一個姐，你看一時跳到中央兩邊，然後就佢跳到啲掛靠邊出去街樓邊啊。唔是跳街樓咯，就是啲 building 那邊。佢 in access 數是唔是 ？Because 你 corridor 後面就是嗰啲。唔知啊，我咪唔知，但應該
唔知啦，所以人就是講有可能就是本身應該伊 building 啦，什麼什麼，so 成個誒 building 人嘅 letterbox 嗰啲都是 DB2 啊，係咪嘛 ？DB2 都是 DB2 level 嘅嘛，所以成個我做工人嘅嗰啲人有落去，愛去 letterbox 入去係咪嗬？人講人落去 DB2 嗬，人會 feel 到伊嘅寒是另外一種嘅，人會冇幾層嘅可能，特別只一隻看過，人是冇看過啦。都嘛是講解一個 topic 了，一個 auntie 就實講，伊講伊會走啊，細漢都會看到了嘅，都會看到這物件，所以達到家己上個人去 holiday 啊，去讀學堂嗰陣時候，達到家己伊件都是會看到了，就會講嘅，所以伊就甲我講規個，我嘛問伊咯，所以安怎伊就我甲伊講，人看到安怎嘅，所以特別 of course 伊無講價真正。elaborate 啦 ，because 伊嘅囝迄時本是細漢呀，伊講伊看到是達到伊是伊囝本是啥4歲5歲嗰款嘢咧 ，after that 人就可以入去點掉伊個字啊嘛。哦，佢 come back 嘅 ，OK。所以伊就講，伊就 just 甲我講一兩個 incident 嘅款咯。伊講伊上個有時伊哋人哋學校嘅時了嚟，人困咯，成有得囡仔困下晡時會困下嘛了。有到伊囝困醒嘅時，我等你甲伊講，你會使叫伊個人莫坐佇伊個門床哦。特別 actually 伊門床是無人嘅咯，應該都是有人老人某甲伊查某老人3人了嘛。款嘅事，了個一個咧，就是伊人講人去跟隊去學校，了伊個是 the same 查某甲伊講，伊房間看到一腳查某。平白晒款背，了人就真驚咯，驚了人嘛無啥物假大已經房間啊嘛，了人就了走去伊有 family 嘛，幾來來，伊甲伊姊嘅 family 去，所以人家了走去伊姊嘅房間，就是去人假大嘅房間啊嘛，所以嘛走去咯，了伊就 suddenly 想到哎喲死啊，伊物件無夾甲了，伊嘅西邊嘅物件啊，伊嘅邊間甲了，嗰啲伊在經。無夾過來，了嘛是愛去夾，特別驚到，哎呀，本人嘅叫伊嘅姊陪伊過去咯，陪伊去伊嘅房間夾咯。然後對去伊房間嘅時，伊講，伊直接去迄個在間，迄個砧板嘅 flash 是上加人把路 flash 嘅，因為會看到伊水把路啲伊特別人明明到已經無啲嘅房間已經夾住了嘅，了就是咁樣咯。頭先嗰度講伊 exist 咯，係咯，了我係講住。感謝。即個我看到即個阿三辣西紅做有一隻，有 egg sandwich。好啊，差佢掉去吉隆坡business trip 對係無掉，無看到貴咩？無。因無到下底人到 Airbnb。哦，不過貴啊！我問即個鳥，唔是鳥龜來啊！歡迎鳥龜特別有龜告訴我，所以我就笑，我看到一邊我就真係，我看到一邊想看到龜，唔是我看到一邊我就再講有好聽嘅龜告訴我聽。Hello，我看到你 register 我就歡喜嘛，我講龜嘅事。我 miss 咗 quite few times 啊！來，當然我講報笑，冇往時幾個事情落嚟，冇咁正了係嘛？bằng luôn là tama mà mình lu chile helicopter anh cú bộ thiên de xiao xi okay oh okay Boeing okay because on thing try long industry 個就係 Boeing 都對啊，我看當劍嚇。So I think that's why 伊 Boeing 我本只股無關得伊啊。because 我係記講即個 Sukri 有計Bandung sorry Bandung 有計講唔知 something 嘛，咧計講第二 something 我唔知講 OK 咯，所以 OK 啦是 Boeing 嘅啦。OK 嚟你嚟講你有係咪 update 先呢？告訴這個 incident happened around March so 我
達到嚟，你說去倒落食物件，甲去摸啊是蝦米啊？我有陣時有會點我未入嘅嘛 ，because 因有錢物件。喲，especially 如果在現咧 ，especially 用雲南咯，用愛的是飼到掛物件，so that 人未生物件入，啊無用的飼啊愛 attract more customer。哦，所以有一道我是我行過呢the shop。伊是賣凍麵嘅，我到買了80餅，我 just 行過呢。Then after that 我 feel 到 a bit 不對皮咯，then but 我 feel still okay 啊 ，just that 我 feel 到貴人成只 how to say 輕愛輕安尼。哦，係 light-headed 呢。Then 3 days later 我就就 feel like something wrong 啦咯 ，then I don't know like a part of me 直叫我開yang Muslim 嘅 prayer 到 YouTube just go and open， so 我去開哦 ，then after 我開哦嗬 ，I started crying， 我喊，即係你家己到厝啦，我到厝我要困啦，未困啦，feel 到好勢，then 我喊直喊了嗬，我係面咧一半是 frowning 掉嘅，then 一半是 normal 嘅，成日掉 stroke 安尼，所以 I also panic 啦。But then after 喊嗬，伊講 in Malay 咯，伊講我愛對厝。喲，即係你聽到伊聲啦，你全部講出來，特別你我講嘅，我你家己講出來。唔過我你嗰陣時接起咧是你是無咪在啦，半青半面咧，แล้ว你小咪同你講 after that， 你小咪講你是一 partner 嘅，伊梗係同你講呢個數，伊就是無地都唔知啊，有可能嗬。我 aware 了嘅。了。我是甲伊講，我愛對厝，我之後我愛對厝。Then after that，伊幫我咧，我問問伊咯，到落伊要對去喺咧凍麵嘅店。哦，你大兵錯就對嚟。伊是錢來哦。Then I think 伊是真係養嘅錢啊 ，because most 錢養會家己走嘅。錢啊，我冇明白錢是係咪價貴係咪無相？我識講就係人嘅馬來人朋友，覺得是叫錢嘅，特別錢係咪錢唔是講會教人叫貴叫錢係唔是？錢是養上較寬嘅 level 了嘅。哦，伊想但無上個錢呢就。哦。Then 我嘅 sister 特別帶我去係咧凍麵店，我停到個口，等停到個口嘅時候，我係 feel 到我規個人成個有物件出來，離開你身軀。Then after that 我較好了嗬，2 days later 伊個對來找我。哦。Then 伊教我 thank you。哦。Wow！我想會當時嘅當日掉。你在感謝我嘟嘟。OK， baru hapeng masih ujle hapeng ujle housing area masih Sunway Tut咯，對。hapeng shop 咯，so。hapeng shop 咯。向大路嗰邊嘅嗬。是 alphabet 嘅哟。是唔是叫 Bank Tut？是唔是 alphabet 嘅店 ？Stay Tut。是唔是 alphabet 嘅店？是唔是？意思。我病嘅咯嚇，但唔是每一間就對啦，伊是每一間嘅，每一間嘅無事，我特去嘅 ，no problem。聽過。所以你就係講，有物件你就感覺，你就感覺到啊，你免行去，你免感覺到。你意思是講，然後一對條路咯。我硬少接咧，我也是有食嘢 food 咧，我特別好食嘅。哦，你都冇接。即隻 I don't know why 啦 ，then 伊愛對我 ，then 我咪咯，講愛對啊，個不要對。紅素。所以即間店是伊我有病嘅 ，then 我幾半嘅。啲隻嘅。你好。我別說我講。等等嘅店，係雲南嘅店。雲南。
แล้ว then directly after 這個 incident 1 week later 咧，我個拄到個一隻。嚇，你等陣呢？你就上嘅一個禮拜拄到幾隻？你是平 normally averagely，但到滿拄到嘅。not really 啦，我也是出去較濟較有嘅啦。But 我本無咪出啦 ，because now 我 work from home 本啦，所以我本無咪愛出門啊。哦，我出去外口時，你家己喺度對嚟。哈。哦。So after that about 1 week later 嘅時，我去去買 groceries 甲我 mother，then 我看過baru 喺 jalan tengah 邊嘅 traffic light，我別對厝對sungai arah。then 個過邊嘅 traffic light，jalan tengah 嘅 traffic light 邊有一兩間，有一個大間嘅tomyum店本咧。對，我愛厝呢，我愛厝落頭嘅。then 我看過咯，然後看過嘅時咧，我有 feel 到物件跳入我車。多一間嘅第一間。大間嘅，第大間嘅 ，right after traffic light。OK，我只會down嘅，我剛才唔係冇食。then 我到厝嘅時，我坐啲車來邊，我甲我媽都講，我 a bit 袂好勢 ，but you give me time 啦 ，because usually 我拄到物件嚟看吼 ，I need to 再quiet 啫，點啫 ，quiet 點啫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哦，所以你想就被 study 者啦，你就被想嘅叫 research 者那款，所以你厝人是在路那啦關係啦，所以你講所以你個你嘛講你學我點正就被 analyse 個產品物件嚟。嚇，因為我咪亂挑物件入厝啊是蝦米嘛 ，unless necessary then I no choice 咯。then 我啲坐啲車 alone 你唔是換車啦，你嘛換啦。我換車。誒，你換車，你別想講，你肯定點嘅時別錯，你個少會換車係。我usually 是我 control 咯 ，I try to control myself，like 我咪 give in 咯。打閒咯，until the 搞好我該嚟 let go。so 我到車位時，我 suddenly feel 到有人 grab 我 from behind 我 neck， 然後掙掉。掙掉莫管。掙掉 ，then 我規人嚟冇咩會窗開，我 feel 到真係暖氣 ，then I feel 到袂好勢啊！我第入厝啊，然後我入去厝嘅時咧，我頭去我嘅小妹眠床嚇我倒了，then that time 咧，伊講我背面白㗎了，until 我鳥本來看我蝦米事嚟講我面咧，我真係坎坷。then the next day 我困了白袂起，因為我neck後尾嗬，一整起來，一 grab 嘅位嗬，my whole neck 整起來，我叫我小妹喺我推嘅時候，伊放了伊手是 grab 掉嘅咧，伊講 this whole area 整。then apparently 聽，我別多本愛坐本，我 neck 我冇咩嘢。伊整是成日講你見嘅位，成日你南邊見嘅整，伊唔是成講外口紅你皮膚發紅嘅會整，是唔是？冇，伊是見入邊整。哦，所以伊是 start from 你 body 有 chakra 嘛，有 chakra point 嘛。So why back 嘅 heart chakra usually when 你嘅愛接路㗎，伊 attack 咯嗬，they will attack。哦，到底下邊會接嘅。So 伊是 from 我 heart 嘅 chakra 去到我 neck 下邊嘅粒整。So after that 我未好勢啊，我問我 friend 咯，安怎做，然後我 message 伊，then 伊講呀 B 嘅嘢嘛。After that 叫人講了三話咯，關物件走。蝦米人講？八百二百。哦 ，OK。So my sister 三咯，然後咧物件咧唔是掉地要做本嘅，伊是 somebody in the shop。伊 apparently 這件是 Muslim 嘅件。So somebody in the shop offended 伊。But 伊去好啦，嗬，伊 rush 時嗬，伊 accidentally 接掉一下 ，and then attack 我。伊成日講人你去看成個我中學嘅時候，我中學嘅 classroom 只係三星嘅，所以人在小拍時人嘅後尾回來回去時，我開始走去個後去徛，我驚講人回到路，所以就是咁樣無到底去回到路啦。哈哈。
แล้วอียิปต์ด้วยเชียแล้วลูอันจัวกับ在ลูกิสีกับกำใจ講一個是穆斯林嘅人呢because what usually on the day itself what meditate usually what meditate 啦，我會在then 嗰啲物件 respond to me in my head 啦，in Malay then 伊講in Malay 伊講you insulted Islam then I'm like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drive past แล้ว現在伊個你解講阿尾伊發覺就講唔是路哦。After that, I realize 唔是我啦，伊逃避掉到我厝，伊逃避掉，伊在伊做錯了。Then 我特別夾下咧 B 嚟3已經出關咗。哇！你在你所以你在講伊 history 上面上個幾歲㗎？還是伊是打波咪唔知啦？即打波誒。你都所講嘅，伊那是 Jin， 伊是 Jin 嚟是唔是？哈。伊若是Jin你所講頭先講嘅是少年Jin未曉落點厝嘅嘛？即應該是會曉落點厝啩？一個唔是少年嘅啦，但是一個 quite strong 啦。所以吧，伊是驚啦，所以逃避，伊比較啦。伊不是你講你 describe 伊成個人嘅本，伊成個人，Jin 是唔是頂到是人嚟？伊成個人等人是想講。OK， 你鬼線一死啊！你靈魂出來，你變鬼嘅那塊，呢個是人的可能。Jin， 我本無蝦米 sure，like 我安怎知 about Jin 本是我只係看 horror movie 嘅，所以即有一個 Turkish 嘅 horror movie 叫做Dabbe， 所以伊是 about Jin 嘅。所以 apparently 嗬 Jin 伊有 Muslim 嘅 Jin， 伊有 Christian 嘅 Jin。That's why sometimes 我就甲走嗬，你 play Muslim prayer doesn't work。Then Christian prayer works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我唔รู้講你 Muslim 嘅 prayer， 伊 prayer 係有什麼 specific 嘅 prayer 係係咪？我有 specific， 我嘅 friend 叫我吹 Ayat Ruqyah。Ayat Ruqyah， 你使幫佢聽，再講一陣。你一定唔是有一個嗰下唔是有一個嘅咁嘅屬於嗬。OK， 我聽見。YouTube， 等我咪去吹個 Ayat Ruqyah， Ayat QYAH，OK。QYAH。等我幫你聽看伊聲先做。好消息，好消息！發廣告。好消息！我阿 John 啲厝啦嚇，有幾我咪回嘛，你講嘅店啊嚇，伊 initial 是 WB 嘅。OK。الرحيم صدى بن الخطاب للإنتاج والتوزيع بالدمام تقدم الرقية الشرعية وننزل من القرآن ما هو شفاء ورحمة للمؤمنين ولا OK。阿妹聽這裡樣嘅來嘅話，成個人阿妹咪使入佢好勁啊！冇啊，做咩別？這是做咩別聽咧？會聽冇驚嗎？我問呀，這是唔是成個呢個係和馬來人嘅鬼教啦嚇，幫這阿一會有效無？會多弄掉。所以伊是成個講念學人保庇人叫人好好走，唔係嚟插亂啊，係咪？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邊有鬼嚟之類嘅咩？係咯，你把拄到一個成個 Jin 啊 spirit 他們本好啦。Like 伊接了，特別你甲伊袂講話 ，because 伊講嘅話你袂曉，你袂 understand，and then 你講嘅話伊袂 understand， 你捌拄着安尼哦。假使伊家己會觸覺 telepathy 本then language barrier 本有咯。Last time 是喺韓國鬼哦。你安個好，然後那是你拄着一點嘢，你溝通嘅就好。嚇？Sorry，你
你拄着一个伊甲你甲伊袂 communicate 了安怎好？安怎叫that one quite difficult 啦 because 你看到我阿龍。that time 無阿龍嘅 contact，personal contact，แล้วก็未 contact 伊แล้วก็半暝 so then 我小妹伊阿薩話แล้วอะไร物件 offended then 伊發燒about 2 days so high fever 你小妹89 about quite high almost 39 plus Yo. then the next day 我過去 temple then 佢哋人當人王關嘅本無地 so對輪過一日 then 甲伊關去我咪做對去即個板東嗰邊板東你睇白講過，白東報名實考啊，白東。OK 嘅，但是有韓國幾日除咗有報名實考啊。OK。anytime，佢會邊走出嚟啊 ？Ghost calling 咁。Ghost calling，我俾教頭嘅講 sorry，ghost calling，hang on。我咪就係講板東，點解時我啱啱玫瑰啊？我咪就係講板東嘅歷史本啊。板東諗下每細漢嘅時會看到嚇，諗下玫瑰哦。袂記啊。板東都細漢嘅時，伊有講過。嚇，板東都細漢嘅時，你細漢時會看到鬼啊！你安怎個再講變做你會甲鬼會 communicate 講話？伊個問笑呢啦嚇條。I can 我第四尺哦，第四尺會看見嘅，第四尺是10歲，10歲10歲咯，先年紀10歲9歲啦，就啲從細漢9歲無看到蝦米啦，就是講囡仔佚佗，你看歡喜你看啦，10歲起就看到了咯。哦。你看到頭一擺嘅，你看到時你安怎咧？你安怎 react 咧？頭一擺看到時，我發燒，愛一禮拜。你發燒一禮拜發燒。特別你看到時，你看到咩你會叫？我會叫，我第會記，我第一擺看到我第會記嘅。嚇，因為我人我讀冊，我讀中道嘅冊。因為我人5點半放學嘛，放學耍了。囡仔嘛佚佗咯，佚佗嚟lapang basket 嘛 ，basketball 嚟位咯。你佚佗到而家有大樹，我諗嘛囡仔一起下骹咯，甲朋友講過咯。我看樹長無風，安怎點安尼搖，嘛看佢頭頂咯，看佢頭頂就愛暗了嘛，6點佚佗6點半嘅啦，無愛暗，就一個查某穿白衫。一把酒大大了紅，係啲黃色黃見我。對起未講話咯，未講就是甲朋友講，冚數咯，你判白就坐對厝咯，坐對厝。我嘛無問我咩咯，就講以後你先關你燒，或者休息去房間咯。OK 咯，困佢咪困隔日阿妹阿爸來了咯。咱困暗暝2點半嘅，咱開目睭有人嘅面睭，咱頭前我一面吹口火，我伊目睭吐出來，我無面咧，我一禮拜安尼看咯。哦，所以你看過迄個處長啊，一個查某去，你暗暝就直直，你隔一日時你就看到無相。隔暝無相，看到無來了，無來看到無了無。哦，所以你頭一擺看到你長誒，看到時你對佢是無數嘅，特別隔暝、隔日了時你對看到迄個無相，你唔是看到相，係一間長，你是看到無相。無相。哦，你下時去你就直看到了。看到到當機麼？所以你看到時，你下時去是嘛只驚咯，你唔知頭唔知尾呢，十歲。我一禮拜發燒，我人看到關事了緊，但係我無安尼條青腳啦嘛，就是問我媽咯，媽我看到安看我媽較掂者咯，問我咯，定是會看見呢。我講我一禮拜發燒，就是我就全過去我看到當天我講，然後我媽講咯，應該是我是未看到了咯，因為我第3代咯，伊講咯。你媽本是會看到嘅哦。
我阿媽會看到，我阿媽會看到，我人會甲伊人講好誒。哦，美國你嘛知，即係你有教你嘛講，at least 你嘛個會明白啦，伊會看到嘛。呀，伊做乜交代我一句咯？這物件，你愛做好，你愛做歹，是佢嚟手啦。你愛幫忙人做你好，對你好無代志咯。但係一解咯，你袂是煞甲人講話咯，你甲人講，人會講你笑咯。哦，對，你講愛小心咯，講咯。哦，所以要教你按怎 handle 啦。要教我按怎 handle， 按怎看人。啊！我看人頭一擺對面，我看伊會看就安尼看，伊安尼看，我會知了。所以你有這種係一感覺，佢你看到幾啊日本會看到，成講伊人好歹，還是伊人按怎看日本會看到？我會知。嘛我譬如講，你人較無常，我袂是煞參人。毋是我袂參人啊，我驚講咧。我講嘅話係記住條路啊！你我講唔係沉路咯，我知你覺得唔係哦。你成日講較 sensitive，所以你感覺到我比較細緻。呀，咁啊有一擺咧，我有一個朋友，我人常常講過4、5個人，就你這個人點，伊常講啊啦，無呢啦，這個人是伊是，嗱講安怎呀？hallucination 你講，是無嘢啦，講咩嘢啊？我講咯一句，你咪承認，你係承認你嘅代志。特別我講你咪受氣咯，我講咯。伊講你做咯講咯，無代志我無驚。OK 我講，你一個驚去外口啊，你無承認個動機啊？一條車驚，一條車驚，一邊擺，所以你，當我咪你講，安尼講你物件嗬，你是安怎知咧？你是通過成個鬼了梅掉嘅㗎，還是你只係看到你會感覺到咧？無，個人我人細眼，我有一擺甲大陸人講了，我人細有一個人對緊我人嘅啊。哦，對，你講我有位係咧，哈，所以你甲伊講嗬。呀，我係解講哦，所以特人有一個成個隻 guardian angel 安尼調死去了人，所以你哦，準知哦，我頂隻甲你講句本咧，阿準知哦，頂隻甲你講句唉 ，guardian 唔驚，阿咪，我未叫，甲你講 guardian 咧唔驚呀 ，something 會叫我甲阿龍隻，阿龍本有啲嘅，其實就 clubhouse 是啊。我甲阿龍甲你啦，曬人是啊。打波老嘅，我係其實接住嚟打波是較老嘅，成時間。阿 Johnny 是老嘅打波嘅。特別是講什麼？是 sensitive 即個 guardian 冇呢？你甲我講嘅我寫起來，伊是recently 呢嘛，甲我講唔知幾年了，伊是只咩 educated 嘅即係Sukri講，Sukri講咯。反正194年 Better Know Woman 140cm 加150cm 寫嘅 well educated 嚇。你聽到時候我講18%嘅嘛？แล้ว你這禮拜這個月裏面有打曬啲係咪？嚇？係咪嘅？有打曬啲係咪？冇我冇啦。其實我有可能是你講我是我係爸誒ทับ餅嘅查某老餅。面都係昨晚可能我無啦啥驚，我無啦啥無平安，無啦啥咩。特別你甲我，點解你甲我講嘅時候，你是甲我講，你唔是講計，你唔是甲我講有一看到一個老查甫呢？你甲我講嘅是，你會再講話你講話你學，你講，你講。Oke. Ini kan public ya. Kalau orang Thailand, lu privacy, walaupun respect lu privacy lah. Orang, oke lah. Tapi tak boleh. 一驚得罪咯，一驚得罪咯。喲，你譬如我外口無成驚，冇燒掉。
我有聽到咁啊，我人朋友名莎莎呀，哈，對鳥龜，鳥龜啊，名叫鳥龜，過嚟喎，呢個嚟喎，伊有啲個鳥龜有啲哦，OK，呀，我多謝我多謝。有 ，Hello 鳥龜，哈 ，Hello，我做咩啊 ？OK，我問你係咪教下？Taoist，係咪教？Taoist，哦，Taoist，OK，你第每擺meditation 幾久？6久先。I think 2 Full months meditation. last month. Okay. 2 months. Full meditation. Not full. 要問嗰啲潮啦，我梗係驚啦，你冇講我就驚。因為鳥龜會曉 chakra 嘅，所以啦要做 meditation。因為這個 meditation 我做嘅是 temple 教啊，叫啊。OK。啊，你學到啊咩？你學到是Reiki 啊是係咪？無 actually 我有一個 temple last time 是 under Jotanda 嘅。Sukhumvit。So 我是去那邊 ，then 伊take 我 as a student 咯。Then 伊樣 initiate 一個人講互我to guide我，所以我 just 開我目睭 ，and then 我 just 叫迄個人講，叫伊。要開啊 ，OK， 通到對啦。聊，一直 scan 掉當今 ，I think 萬東你 scan 掉。冇 scan 我 video 留頂我人主角，我 video 個胖。拔多蛋了，要愛拔多蛋了。了OK，then 當今曉辦動，你有用你安尼款嘅 ability 啦，你用你安尼款嘅會講會看到安尼款嘅物件來做。我會變硬啊 ，OK， 我硬會生氣啊。你用這種嘅力，平時朋友講誒，運動嚟，每晚也是你嚟邊啲學見教法，就是能夠陪你那物件咧。有幾哪解做嘛？我是講，我真正selective咯。誒，等住講啊，是聲。等陣唔知係咪聲嚟？就是人邊有聲 ，OK， 喂 ，sorry， 你講咩？但我冇聽到。我真正 selective 咯。伊我咪只學期，你嚟整個甲我講。無教了，我無愛咁嘢咁說咧，我真正穿南西仔啦，安怎穿我人睇。我是穿嘅。你是講你愛？我記得你人有 special 即個 ability 嘅人啊，你是甲了人本會看，假是你有緣，你無你個會看着，無緣袂看。是安怎款？是有緣未看，但是我人無緣，我人講未出。我看到我人會看到無誒。但是我人講未出，你確定你 problem， 我講未出，有啥物事，但是無感覺我咪口咪講。你愛講是另外一條數。愛講是另外一條數，特別你個人嘛，人會看到物件，你是成個了人你看會到，假是有個人你會看到，有個人你看袂清楚，假是袂看到咧，是安怎款？冇得明。安怎？你是講，你是唔是講凊彩人 anybody 你叫 anybody 你本會 communicate， 還是你特別看到有理會有理白？我人敢若會看到，因為伊人安尼款嘅物件咧，上到我人安尼款，記得。但是我人但是你捌拄趁人，就我看頭一擺，個安尼無爽，我看吼，安尼無爽看嘅面，你拄趁人款會 guess 無？南西啊，你看了袂順啊，看無爽啊，我人咪看咯。
哦，有人真。有陣時人真正亂呢，伊會，你看伊是伊真正亂，你睇袂到伊會亂甲，伊會唔愛伊會世界就亂了。OK，即個袂使答。你是講，你也是感覺到，特別往時伊成只亂，你袂睇到伊只 message，你咪先線講，你驚講唔到。有個人真正亂呢，你看到伊成個伊規個腦個了，伊世界唔知怎呢。了，南西特別人甲着。教淡薄驚咯，我人唔愛介意。南西，你看到我嘅時咧，你教我怪識嘛？你看到我嘅時，你會感覺，你會成日看到我嘅咩？你講你係咩物件？別講嘅話，有陣時我看到嘅是你公司嘅物件，有陣時唔是看到佢人本身呢。哈，對。有當時我人講嘅話，無一點少，我攏無在條講。有點少，我人唔使我講看時間呢。看時間，我等佢後年，你嚟甲我講啦，明年你甲我講啦，你看等明年你再嚟甲我講嗰個。jadi當時我人講未出動機，我人看到哦，伊後來是安尼款，安尼款。你寫隻 burden 咯嚇，對你自己，安尼款。安怎？你寫隻 burden 成一隻責任咧，你別寫，你別再講話這物件，使講這物件別使講，你人真係知。jadi 有個信號咯，我講咯，jadi 當時伊人講嘅話，甲伊人考中甲我人講，我人袂使100% take 伊心個了，我人愛廿點時untuk meditation untuk buang 這個 problem 個了。This not my problem, this your problem. It's not mine. gitu loh. Jadi 我人愛寫我人家己。我人袂使講甲了夾出來嘅。袂使。makanya大家講。我每伊看伊大每擺 meditation full meditation 第時，因為起嘅時個念緊兩三個，但係伊無念緊，但係伊阿擺 make shadow 伊度。你睇淡仔伊講到迄個穆斯林嘅 jin 嘅，你會感覺到？你看 jin 咧，那是我人當然是講馬道。真係愛想拿到，愛想就我無講雜著想，特別愛想啊拿到。這個唔是人變嘅，這個是從我人古早有了嘅啊。唔是人死變，人唔是。唔是。黐出來嘅。黐出來啊！變出來，變出來，伊唔是人變，伊是一啲物件變出來啦。菜龜變出來，菜龜啦，一個粽啊，一個蝦米啊，你款咯，糖啊，即種嘅較香嘅啦。我問你bandung，你看到第一件啦，你自己喊到，你自己驚嘅經驗是蝦米物件？第一件呀，第一件我是無驚，我是第一可憐嘅，我發覺。要講下。自殺誒！你記得你是啲朋友會看到，是所在學校是得你看到？無，我去我人嘅工廠。去我人嘅工廠看到。你甲我講，伊頭直接甲我無愛甲我講，伊閃我，到尾甲我講，因為伊甲我講伊安怎死，伊驚幾屆，伊翁安怎死，伊驚安怎死。伊甲我講過了。你甲自殺死啊？伊甲我講過了。我無驚，看到第一驚，我無驚，我是第一聽袂落是講人自殺死，伊看中成啊安怎啊？所以你唔是講看到嚇就驚，你是聽伊人嘅告訴，伊係情形。好你會記然後呐。你講。安怎？我想講你那款會看到了，伊會讓聽那告訴，樣是要吹你來打開手咧，還是要教你要互人偷窺，是做咩事？伊會教你講那告訴誒。當時幾若屆咧，伊人就嘛叫我講無你都攏甲我誒。講甲我翁講，還是甲我囝講，還是甲我孫講，我都攏講
怎啊做好事好啊，安尼款，jadi因为伊人未出聲咯，未登去過去度咯。因為即個工廠嘅伊都無，伊出來啦，毋是死個了啊，伊是死個咧，無一個攏無一個本話，到當期無拄着嘅囝，無拄着嘅翁，你嘛知，100年內面無拄趁翁，無拄趁囝。唉，即啊，講實無好慘。因為我當佢我當佢咪可能看我只唔生回來啊，位翁。生回來可能看喂 ，Blackfoot 嚟啊！就係喂白多巴咧，冇我就就是有咧。打打可以，我未掉，你可以冇開。呀啊！你請可以啲開啊！哦 ，balance meal，佢有 protein，佢有菜，佢有 carbohydrate，好有。我唔知係咪米啊喎？係咪米？睇你是係咪嚟 call 怪啊？冇 celery，celery 哦 celery 怪，對，一想 call 怪。OK，我未派啊。個胖啊，等我度俾偷嘅吹聲。你condom，你condom，condom 啊，condom。哦，哎呀，佢咁正啊！You know what, motherfucker？ 我俾佢落。嚇 ？Seriously？ 我未記 direct call。YouTube 啦 ，YouTube 好個仔。 YouTube 我Clubhouse 係啊。Clubhouse 冇咯 ，YouTube 冇 Clubhouse off 掉啊 ，replay。Oh my god！ 阿 John， 我諗冇。但我唔是。但我是頭先冇嗬，我哋別叫我先呢，我先呢 recorder，所以我係 sequence 嘅啦 off 嘅話，你請把做呢個 producer 咪 ，menu 條 fire 啊，都啊，拜拜。抵炒嘅即刻。我會看，我落股咧，係我看，有時冇得到嚟㗎，可能是10點幾10。OK， 我係小蛋，咪講 condom 啊。真嘅。即係個，我哋姑婆講我乜學，佢哋講個走。哦，牛龜，嗰字嚟咯。牛龜個字告訴講講。冇啊，我應該冇咩出奇啊，只刀說。我哋update 你嘅名字。OK，好。一閉關嘅，把路。John。OK，我寫即唔是古嘢啦嘛，即是我嚟講時啥咩？成個我係 urban legend 嚟。邊樣嘢？你知我教幫人啲幫人啲 discuss 佢嘅。OK，last time 我幫人啲是 school 嘛，對哦，所以我係 school 嘅對面啦嚇。但係呢個 school 對面就是你個人拿網係嘛？然後伊你個人拿網邊啊呢，actually 是有人嘅厝嘅。Okay，which is the corner house of 你 Jalan Mas。Jalan Mas 在哦。講你 overhead 啊邊啊？冇，如果定到冇 overhead bridge 嘛。哦，我唔知，我細漢嘅時候。未必都上細漢，所以都唔知。嗰陣時嗰個地喎，因為我就冇看到伊伊只冇影像嘅。講我啲破了。伊冇對咧，伊冇那邊咧。OK，定到佢哋印度人是叫退休了，伊人也伊 ashes 啲係最長期，我想未叫。冇，人 local 咧。哦 ，OK， 人 local 印度人嚇。So anyway，呢邊咪是有條路叫 Jalan Mas 咯。OK， so 嘢 corner 嘅 house 呢 ，which is adjacent to 你 Lorong Batu Lanjang 嘅。OK， 呢邊有一間厝。OK， แล้ว定到呢嘢係邊啊？咪是有一個 flyover 咯，叫嘅去到個 Hamilton Road 嘅 Common Green 嘅頭前嘅嘛。有一隻歌是也是啊。啦，我就是你講你咯。OK， 定到如果定到我細漢嘅時呢，
伊是迄个 flyover 是無起落嘅咯。OK， only 係頂到是頂是行 traffic light 是 something 嘅，然後無未起落嘅 flyover， 所以話伊起嘅 flyover 嘅是咩 ？OK， 伊 flyover 唔是 direct 講是一個 curve 或者是唔是跌落啊，伊 flyover 是彎落波嘅。OK， 伊算是嚟像是 S shape 嘅咯。So 伊到好 end 到啲係你間 corner house 誒 ，almost 夜頭正門嗰邊。OK， 嗰時 after 伊起咧是咩 ？The urban legend 嘅法是講after 伊起嘅是係你住喺一間厝嘅人，伊會驚，你三間會驚死去咯。Closing one after another 三間死去，所以人去看風水線嘅時候，人講哦，伊起係一 flower 是只抓來，然後伊只落三嚟驚去啊。所以 to counter 嚟呢，有時伊做一個 archway which is shape of 一個栓啊。誒，所以但係個栓是只抓嘛。所以 to counter 嚟抓，所以人就 build 嚟一個 archway。然後人捌聽過之類哦。唔捌喎，好聽啊！你講數。Jeffrey 捌聽過哦。我聽過，我唔知講上啊。哦。你聽啲係咩嚟嘛？冇啊，如果當佢一間厝哈，是一個花買起來啦，然後伊就無 ，maybe 人花無熟悉嘅款嘅物件，所以伊就所以伊無做咧，伊係個阿水無去啊咯。對，因為我試下陣時，我感覺到我係水呢個酸嚟。還有隻狗嘅。我真係哦。我想係淡薄會記，特別個冇咩 imagine。有路過喺條路你注意到嘅。我想未起喎，就上應我。我當然冇啦，所以你過你冇看冇。但一定到時你一時，即係屬於起是咧 archway 是隻酸嘅 shape 嘅。然後 the best urban legend 啦，就是講人講after 伊做迄個橋。天橋做好呢咧，是咧伊驚一間死去所以伊個urban legend 是講是迄個人講風水人講伊迄個橋是只抓來啦，伊是只伊驚一個去。我 not sure 啦，三間伊驚死嘅，你唔知準無準啦，but something like that。但我唔知啊，我是 urban legend 唔使是人講出來，看到伊個酸啊，自己講出來哈，當時。maybe 啦，咱唔知啦 ，maybe 也是伊個厝人誒，你家己去看風水啊，是人。我未聽。講個意思，迄時是抓來。我未聽上啊，檳城嘅 urban legend，把島人成日都嚟講乜啦？嗬，檳城，咱聽到啲檳城嘅位 urban legend 啊。唔講鬼人啦。過下面嚇。我捌聽講最近唔是本來將我聽你冇嘟嘟嚇，人學 IHG 俾嘢嚇，當佢我聽到。對，早起冇甲看到呢。然後佢伊迄個咩啊？伊迄個我到 Facebook 看到嘛，然後特別人因 comment 講，死啊有鬼嘅，你攞較好學你tourist 去大先嘅是咪？講無鬼啊，然後咱家去大。我頭嘅未玩嘅。迄個是你迄個是大一個 Malay blog 嘅啦，所以伊個寫人家全部是華人嚟，所以人我咪就伊 Instagram 咪上，我到 Instagram 看到人 tag 我嘛，然後我走去看，我講我寫我講我唔知我係 excited about luxury or ego stories，我講 maybe both。我冇去過佢那攞刀呢，見冇得啦，見攞刀呢 before it comes 先。所以我跟 Bruce 講啊，人2025啊，2025開，所以我講我對佢是往幾多啊？有幾時間可能講未啦，我真係失敗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八刀老師我本來真邊頂嘅，我俾大家成個我哋都講嘅。感謝大家，下個禮拜再見各位，到底嚟收聽冇上話題，若是講小聯網咧，我係使去 Google，唔是 Hangout，唔是 Clubhouse。
嘴拜拜。哎呦，是真的谢谢，恩姐，未酸哈对，拜拜。拜拜。